欢唱直到万代。赞美赞美，耶稣我慈悲的救主，为我重罪，受苦流血死亡，主是磐石，是永远救恩的盼望。赞美赞美，钉十字架耶稣，高声歌唱，因主担当我愁闷，无限慈悲和奇妙和高深。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赞美赞美，耶稣我永远的羔羊，天上群众和撒那个高唱，耶稣救主，做我们可领的君王，加冕上主，献自己是君王，基督的生，一日他还要再来，荣耀全能都归耶稣我王。赞美赞美，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欢唱直到万代。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属灵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46篇5到10节。诗篇146篇5到10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是属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哪，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永远。来，我们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点主礼。本周是将临期第3个主日，我们来点燃第3支蜡烛。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我们为南美洲国家致力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区教会来祷告，天元堂侯喜明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施以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祝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尽都顺利。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以主教的主祷文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君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课在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教会圣经第12页。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接下来，雅各书5章7到10节，教会圣经255页。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谢谢蔡明明姐妹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在旧约778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就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旱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实民行走。行走人虽隐面，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它名称为奇妙敬拜主，请诗班。
正道，迎喜乐，走圣路。我们请牧师。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敬拜。刚刚我们诗班唱的诗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前面非常的轻柔、很细声，但是后面很雄壮，非常的这个曲风是稍微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不管你用轻声细语的赞美，或者是非常澎湃汹涌的那种感受跟情绪来敬拜上帝，上帝都是接纳的，上帝都喜爱。所以不管我们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声音，用各样的这些的唱腔唱词，只要是敬拜上帝的诗歌，都是好的诗歌。所以不论是我们小声，或者是我们大声，都是上帝所看为喜悦的。圣经里面诗篇50篇提到说，以感谢为祭献给我的，就是荣耀我。所以上帝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感谢为祭在献给他？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礼拜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仪文，不是一个仪式。虽然我们有仪式，虽然我们有程序，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叫做节目，或者是我们说它是一个这个礼拜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如果是能够加上敬虔跟敬畏还有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么它将要成为一个美好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很多人不太喜欢程序，不太喜欢这个顺序，或者是不太喜欢节目。其实节目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要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内室的里面来敬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不断的一些的小小的，或者是激昂的，或者是各样的曲风，我们都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基底来敬拜上帝。当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的时候，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做礼拜不是只有听讲到这个部分，做礼拜还包括我们自己要献赞美的祭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一定很有金钱，也许我们不一定很有地位，也许我们不见得有很多的财富，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学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将感谢和赞美献给我们的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当中。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他有美好的团契跟连结。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家里面或者是你的朋友群里面，会不会邀请你去吃圣诞大餐？因为用圣诞节有很多的名义可以去吃饭啊。那这里有2张不同的照片，我不晓得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他说，一样都是1600卡，但是你会选择什么？你会选择什么？好，一样都是1600卡，表示说这2个那个卡路里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吃饱，但是你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是不希望自己的家人不健康，所以通常都会不太选择这个叫做这个不好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很多人说什么好吃的东西不营养，对不对？然后营养的东西怎么不好吃？可是事实上，什么对你才是有用的？或是说你吃了之后，你如果不要去吃那个叫做垃圾食物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先塞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要先塞好的食物在你的里面，这样你才能够去有那个能量去拒绝那个不好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原则也是这样。你要把好的东西放进你的心里面，你才能够排出，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要去吃那个不好的灵粮。我所谓的灵粮，不是只有指好的灵粮，还有包括不好的灵粮。什么叫不好的灵粮？各位，如果你上网
各位，如果你上媒体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叫不好的灵粮，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们常常每一天吸收很多的资讯，吸收很多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没有营养。所以，如果你希望这些东西远离你、离开你，那么你应该要先塞什么东西在你的里面？要先塞好的跟健康的灵粮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好的灵粮，而不是选择那个虽然简单简易，但是那个可能会对生命或是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灵魂的食粮。当然，有人说下面这个，他说，这个但是两边的价格不一样，对，两边的价格不一样。但是如果以后要看医生的花的钱更多的话，那当然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吃好一点、健康的食物是比较好的。所以一样。如果到后来你需要去医治你的心灵我听到很多这些负面的、受伤的或是不好的东西进入我的心中，以至于我还要再去找諮商师，我还要再去找这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吃好的灵粮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对的，而不是去选择那个方便的或是好用，但是不见得是对身体健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一周是将临期的第3主日，各位有没有发现上面的蜡烛有点不一样？有发现吗？上面的蜡烛本来应该是4支都是紫色的，对不对？为什么今天的颜色比较浅？为什么好像比较粉红色？这个跟节期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将临节的主题叫做喜乐主日。喜乐主日意思就是，虽然我们前面有紫色的颜色的蜡烛，代表我们要悔改跟等候。但是这个太压力太紧绷的时间太久，对身心也不好，所以应当有一个是比较欢庆的。那欢庆什么？不是要叫我们去吃大餐，也不是叫我们去开趴，或者是做些其他的活动，并不是，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要降临来到我们的当中，要降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应当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等候。所以我们常常唱圣诞节的诗歌的时候，都会唱欢庆基督的降临，或是迎接基督的君王的降临，这个喜乐跟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气氛，所以那个叫做喜乐。喜乐主日让我们可以迎接基督的降生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开始前牧师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一个事情，你觉得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快乐跟喜乐，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来，可以抛一下吗？快乐跟喜乐，快乐是刹那的，然后呢？喜乐是永恒的。这个答案也不错，很好。还有呢？什么样会让你快乐？什么样叫做喜乐？想一下，喜乐我们在教会常常讲对不对？那好，直接问问题好了，各位，中统一发票100万，那个是什么？快乐，对不对？好，但是你捐100万出去，捐100万出去给需要的地方，给需要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得帮助，那个是什么？那是喜乐心痛，对不对？对，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捐出去了，但是心里面是什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有人可以因为这样得帮助对不对？所以外加的东西快乐，但是你给出去，虽然好像没有了，但是是让你心里面也高兴的，那叫什么？那叫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见得每一天都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喜乐。为什么？因为你虽然给出去了，但是这个是对你有益处、有帮助，或是对人有益处、有帮助的，那个都会让你感受到喜乐。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当你服务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只有金钱包括你时间上的投入。因为一样，每个人都有24小时，你投入的时间给别人，或是你投入了一些的资源给别人的时候，都是给出去的，给出去，但是你仍然可以高兴，那个叫做喜乐。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获得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给出去，那个是喜乐。所以喜乐主日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圣诞节不是只是等着圣诞礼物来给你，你也可以把圣诞礼物给予需要的人，给别人，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圣诞礼物。那个叫什么？那叫喜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喜乐不是很困难的，喜乐其实是很容易的。当你的好东西可以给别人的时候，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才会格外的轻。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越分越多，那当然就是喜乐咯。快乐的事情越分会越多，但是痛苦的事情可以越分越少，彼此的重担彼此分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过喜乐主日的时候，也许你不一定每天都快乐，但是你可以选择过喜乐的人生，让你的每一天即使有一些东西失去，但是仍然是喜乐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的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各位如果读以赛亚书，其实以赛亚通常都会提到有关弥赛亚的国度。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弥赛亚，弥赛亚跟基督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弥赛亚国度其实就是在以赛亚的这个年代里面，他就预言了将来基督来临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跟世上的国度跟世上的生活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不太喜欢读以赛亚书，为什么？因为又臭又长。我们通常都说那个叫大先知书，知道各位大先知书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大先知书就是内容很多然后篇幅很长，然后这个触及的范围很广，这个叫做大先知书。但是因为它有66章，所以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哇，好累啊！这个66章，这个几乎是非常多的时间要去阅读。但是其实里面预言非常非常多有关耶稣降生的事情，包括耶稣来临的时候，基督降生之后，上帝的国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临到跟临在，这个是以赛亚书要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好，所以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请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我们等一下会翻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在经文里面，今天的35章的第3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好，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要写到这样的东西？还包括前面的3节的经文里面，2节的经文里面提到说，这个将来这个沙漠要这个开出花来或者是好像一切的美好要临到。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读上下文。如果你只有切一段的时候，你很难清楚知道这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各位如果看上下文的时候，33章跟34章个别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在33章；34章提到上帝的审判，在这些的逼迫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列国跟列邦的当中。所以上帝报仇的日子，让以色列人他们得到释放，以至于他们可以从那个被捆绑、被捆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可以进到一个得到释放跟快乐的时候。所以才会进到35章这里提到，他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能够稳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35章在讲的是，这些信主的人，虽然你们经过了一些的逼迫，虽然经过了一些的患难，虽然经过很多列国列邦的这样的欺压，然而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人被释放了，当这一群人被释放的时候，他们的软弱都要变成强壮了，无力的膝都要稳固了，好像过去被受的伤害都能够全然的得到释放，重新的恢复跟得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常常说不如意事10之8九，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是可以快乐的，不见得你每一天都会很快乐。但是怎么样在没有快乐的环境当中，仍然保持那样的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来看一下，困难跟障碍盛装信心的器皿，
要立刻拿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盛装上帝的丰富够用的恩典，来盛装这些的东西。这是这个宣信牧师他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遇着的困难跟患难，是用来盛装上帝够用的恩典跟祝福在这当中的。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说，患难跟祝福很难连接在一起，患难跟困难很难连接在一起，或是我遇着的这些的难处很难跟上帝的丰富可以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曾经有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领受上帝的这个话语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去推一个石头，一个很大的石头，然后他就去到他这个区域的地方去推一个石头，他始终推不动，然后他每一天都去尝试着去推它，都推不动那个石头。他甚至会觉得抱怨上帝说：“上帝，你怎么给我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我都推不动它，我没有办法移动这个石头。”他每一天都去推，上帝告诉他说：“你每天要去推那个石头。”结果这个弟兄他就每一天去推那个石头，但是始终这颗石头是不动的。经过了一天、一个月，甚至到1年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要用你在别的地方。”后来这个男生，这个弟兄，他发现一个事情是，这一颗石头原本他推了这一颗石头还是不动，都没有动。然后他就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你要我推那颗石头？你要我推这个东西？我发现它都不动。”但是上帝告诉他说：“亲爱的孩子，你有看到你身体有什么样的改变吗？”这个年轻人他原本是一个身体很弱的人，但是因为他每一天运动的关系，所以他后来变成身体强健，甚至有 muscle 有肌肉了。他没有去注意到他身体的改变，他只有注意到这个石头不能动，这个石头是不能动的。上帝告诉这个年轻人说：“我没有要你推动这个石头，我要你推它而已，我没有要你推动那个石头。但是当你身体强健的时候，你可以再做我要你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困难很大，这个难处改变不了，或是环境好像没有办法改变，好像上帝为什么要把我放在那样的情境里？上帝不是要你，也许不一定要你去改变那个状态，而是要你能够去学习，在那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去能够保持平静跟安稳，甚至把自己的身体或是把其他的地方能够训练得更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安慰。各位如果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它的背景刚好正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被灭亡的时候，南国犹大国正在面临这个强敌亚述帝国的时候。事实上对他们来讲，盼望是很难的，得救是很难的，几乎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犹太人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们仍然对上帝有信心。如果我们看到在无论是在这个列王记里面的记录，或是历代志里面的记录，我们都会看到亚述帝国本来要灭掉，顺道灭掉犹大国的，后来居然在一夜之间，亚述帝国的军队全部被灭掉了。本来这个仇敌是想要吃掉这个弱小国家的，结果居然是被这个上帝摆平了。这个强大的国家一夜之间就不见了，他们的军队一夜之间就撤退了。若不是上帝的作为，其实犹大国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他的强敌。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来避免被灭国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若不是上帝出手，没有任何人能够去保护自己，或者是能够帮助自己能够逃脱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而上帝却施行了拯救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让他们能够不受这些的外敌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还能够坚持他们的国家在生存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挪开困难，有时候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上帝挪开困难，有时候是要按照他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我不晓得各位对我之前的牧会的状况，不晓得认不认识。至少，我从念神学院到现在20年的时间，我有18年的时间都在布道所，在小教会里面。那各位知道，其实，在小教会跟布道所其实有原因的。我们这之前有一个另外一个徐志强牧师，他跟我是同届的。那他很幸运，他都是在比较大的教会，然后我是在比较小的跟布道所里面，甚至有一段时间要从零开始去开拓。那不瞒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落魄的状况，是因为我常常得罪我的上司，我跟我的上司对着干。好，然后我也常常觉得我的上司跟我对着干，听得懂意思吗？我的上司觉得我常常跟他对着干的，然后我觉得我的上司是跟我对着干的，为什么？因为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都觉得对方很愚蠢，然后都会觉得他的决策、他的做法是很糟糕的。所以各位知道，其实上帝对付我，用很大的力量对付我，知道吗？上帝用2个会督的力量来压制我，让我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我没有办法去体会跟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是被迫的，我是被压迫的，我是受伤害的，是别人来欺负我，是这些人来伤害我，我没有做错事情。那时候我一直是坚持这样。可是上帝没有放过我，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仇敌的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听得懂意思吗？在仇敌面前，我为你摆设了筵席。怎么样摆设筵席？上帝训练我，让我学习一件事情是：即使这个人我不喜欢，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能够跟这个人在一起见面的时候，或是相处的时候，我的情绪不会受他的影响。我不会受他的影响，虽然我不喜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训练，就是你恐怕你的困难跟患难没有离开，你仍然要跟这个患难一起相处，但是你能不能够带着平静的心，跟这样的状况、跟这样的人相处在一起？上帝用2个会督的权柄压制我这样的一个不顺服的人。以前我都认为是我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但是上帝透过这些的训练，让我学习一个功课，是我需要先学习，我自己要有一些功课要去成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不如意或是不顺利的事情，不好的人，或是这些人对你有伤害，但是你仍然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不晓得这些人或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孩子，或许是你的亲人，或甚至是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或你的朋友。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即使这个困难没有离开，你的心里仍然是不受影响的，你的心仍然是健康跟安稳的，不受任何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即使在困难跟患难的当中，没有人的时候，你仍然要相信上帝的拯救仍然来到我们当中。就算困难来临的时候，也要记得要抬头仰望上帝。虽然许多事情不是如我们所愿，或是如我们所意爱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患难的时候向上帝献上仰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到第6节的地方，以赛亚写到一个东西，就是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过去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变成是不一样的反差。我们来看一下5节到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到第6节，一起念来。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上帝成就了可能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可以行走跳跃，哑巴可以说出话来，甚至在旷野在沙漠当中都可以有泉水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以我们现实的眼光来看，这是办不到的，做不到的。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是那个可以治疗人的。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到瞎子必睁开，聋子的耳必这个开通，然后瘸子要跳跃，哑巴的舌头要歌唱，在旷野会有水泉出来，沙漠会有河涌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上帝改变我们的状态的时候，这一切都将变为可能。这里提到的不是真的只有就是在这个地方里面的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可以行走，哑巴的说话，然后旷野可以有水泉出来。不是只有在现实的状态里，上帝要给这样的应许。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在心里面，你的心里面眼睛没有开通的要开通了，耳朵聋的会听到声音，瘸子会行走，然后哑巴的会说话，在这个沙漠的当中能够涌出活水的泉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不一样就是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在这样的患难的里面，上帝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祝福。上帝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祝福，就是在这些患难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可能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困难跟患难不能够限定跟限制你的定义，不能够捆绑你的生命，不能够让你成为你是个受限的人。上帝释放的人将会有无限的可能在这当中。当然，面对疾病，现实的疾病，我们还是需要去按照正常的方式去做医治跟处理。但是要相信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恢复跟医治我们的身体，也要恢复跟医治我们的生命。有许多人的状态的心理状态，就像那个瘸腿的、瞎眼的，或是聋子一样，或是像那个没有水泉的那个干渴的旷野或是沙漠一样。然而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当上帝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人会不一样，人的反应，人的对事情的看法会不再一样。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是被捆绑的，然而现在你要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各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国歌，如果各位有去上网去看过或听过他们的国歌，他们的国歌叫做盼望，他们的名字叫做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在凡事上都是可能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在凡事上都是不可能的。各位有看过或接触过负面的人吗？知道那个负面的人的意思？我讲的负面的人的意思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跟他讲的时候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对于积极的人，对于态度上是正向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是可以去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对比没有？一个有盼望的人，他能够看到凡事都是可能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困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凡事都是可能的。所以创伤不能够定义你，损伤或是这些困难不能够伤害你，你不能够被定义成说我是过去是怎么样，我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或是我过去的状况是什么，好像就定义了我的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能够定义我们的现在。上帝帮助我们，所有的创伤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学习，这些东西要让我们更加的成熟跟成长。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上帝给我们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那一条路，却是踏踏实实可以带领我们走的路。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圣经里面，犹太人对于道还有生活，他们会看成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
所谓的道，就是一条路在那个地方，也代表了你的生活的方式或是方法。当你行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行走在这个道上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清楚跟明白，然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路上，能够踏踏实实跟确确实实的走在这条路上面，清楚的路上。有一个姐妹这样说：信仰的路好像是一个模模糊糊走在一条踏踏实实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模模糊糊的时候，仍然走在那个对的跟好的正确的路上。即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走上那样的路，然而上帝必然带领我们走在那样的一条正确的路上。诗篇23篇里面提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也许你不一定清楚知道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但是你要相信，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是一条义的路，是对的路，就是今天经文里面讲的，那是一条圣路，是一条好的路。虽然我们迷迷糊糊，但是我们会走在那样的一个正确的路上。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在第9节的地方提到说，其他的这些的狮子猛兽不能够来伤害，这些都不能够来伤害我们走在这样的路上。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走在上帝的路上，虽然迷迷糊糊的，但是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那一条路没有狮子，没有猛兽，也没有这些的伤害，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上帝所救赎的子民要走在这样的路上。那样的路是什么路？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过生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刚刚讲的道跟生活，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走那条圣路是什么？你要走在上帝的道当中，你要走在上帝的旨意跟命令的里面，那样就没有狮子跟猛兽成为你的伤害。当你走在这样的一个圣路上的时候，上帝要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在那里。虽然我们愚昧愚蒙，但是我们却走的是一条正确跟不动摇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是一条对的路，在这个当中。所以不要怕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上帝会把我们放在对的地方跟对的时间点，上帝会把我们放在适合的地方，让我们能够行走这样的路。所以不要怕上帝把我们安排的位置跟角色，不一定，也许明年你可能会有新的晋升，也许你可能明年会遇到新的一些的事情发生，或者是你会有经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都要相信，上帝把我们送上的路，都是一条最安全跟稳妥的路。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上帝对这些的他的子民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亲爱的弟兄姐妹，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当我们走在这样的路上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或许我们也是迷迷糊糊的，但是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就是上帝的路，按照上帝的生活方式，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过生活的方式。或许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想象中的，或是期待中的，然而却是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我们也许常常会碰到一些窘迫的环境，但是要相信上帝永远是良善的。也许时机有不济的时候，然而上帝永远是良善的，他对他的儿女也都是良善的。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且能够来承接他所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几个学习的地方。第一个，要相信上帝的祝福已经在路上等候了。当我们行走在上帝的道上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路程还很遥远，很困难。然而，上帝的祝福已经在路上来等候。所以，门徒相信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救恩的喜乐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
而是上帝的作为。恩典是上帝的作为，要相信上帝的祝福是已经在路上的。只要相信，你会看到一切都有上帝最美好的安排。上帝会把很多的贵人安排在你的旁边，在你的身上。当你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上帝的祝福临到在你的身上。所以不要灰心，有时候只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安静等候，上帝的时间必然来到。他要让我们看到祝福已经在路上，在等候了。第二个，要相信上帝的帮助会及时的来到，上帝的祝福会及时的来到，不见得是我们的时间，是上帝的时间。所以无论任何时候、环境、任何困难，要相信上帝必然帮助我们。或许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困境跟难处，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定义我们。我们过去的受伤跟伤害，或许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些的帮助跟一些的支持。上帝帮助我们，或许我们的失败经验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或许我们过去的一些受伤的感受也能够同理到人的需要。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训练，在生活当中美好的训练。所以要相信未来的路，未来的迎接我们的，要比现在所失去的要更加美好。也许你现在会失去一些东西，你会失去一些的，不管是你所喜爱的人或是事物，然后你要相信，在未来的年日里面，上帝要迎接给我们的是更加美好的，充满他的祝福在这当中的。第三个，要相信上帝的同在永远不会离开，上帝不会请假，不会突然间就跑掉了，不会的，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应许，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相信上帝的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的。怎么样来保持在生活当中可以常常有喜乐的秘诀？在这里给我们有2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第一个，要借着耶稣基督，时刻借着耶稣基督；第二个，要靠着信心来得胜。虽然我们有很多事情无法去想象，但是我们要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美好的祝福在这当中。所以享受主的同在，让我们时常有主同在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面对未来的困境跟挑战的时候，使我们的心不动摇，仍然有路可以走。每天要相信，一定有路可以走，一定是有方法的。上帝给我们有路可以走，上帝让我们有方法可以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所以最后喜乐主日的时候，期待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喜乐。或许你会为上帝失去一些事物，或许你会为主的缘故会失去一些你会拥有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要相信那是祝福的开始。为什么要特别跟各位讲这个？各位如果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各位知道上帝给他的祝福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吗？当他做选择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侄子在跟他抢地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他的侄子去选最好的。当他遇到有人跟他抢事情的时候，抢东西的时候，他也都让这些事情发生，并且他默默的接受上帝的带领。亚伯拉罕所失去的，上帝在后面就补足他一切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心里面很难过，也许你现在失去一些东西，或是失去一些你所喜爱的人事物，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在后面会为你补上那个最美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凭信心等候，相信上帝要让我们走在那个美好的道路上面，他必然带领我们。虽然模模糊糊的，但是要相信你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领受你、享受你。有许多事情我们实在不明白、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些的模糊的当中，我们仍然走在正确的路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你带领我们走的圣路是又真又活的路，你为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让我们的生活活出你的样式，使人看见。或许我们要为这样有一些的牺牲，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往前走。在困境的当中，我们的头仍然仰望那位在天上的上帝，使我们不失望、不羞愧。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谢谢牧师的分享。喜乐的泉源是从心灵涌出，是一种可分享的快乐，既以为人给予有，给予给人给予多，它是上帝所喜悦的。接下来我们来京剧背诵，我们来背2次。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以赛亚书35章第3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以赛亚书35章第3节。接下来回应诗歌，它名称为奇妙。弟兄姐妹，请起立。请坐。来做一个奉献祷告。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请坐。我来介绍新朋友。
王文怡姐妹。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朱参玉姐妹，欢迎。郭维光弟兄，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唱诗的时候，彼此问安、拱手、握手，我们成为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教会事工报告。本周是降临节第3主日，我们欢迎聚会的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明年就是2023年，教会年历为马太年，年度的目标是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我们期待我们荣光堂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下周主日就是12月18号，我们邀请刘清泉牧师到我们荣光堂来讲道，请预备心领受。18号主日下午2点有圣诞晚会的排演，我们请有参与盛会的弟兄姐妹留步参加。12月18号，要举办第2次的圣经会考，报名截止日到今天，请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2月24号周六晚上7点，我们举行圣诞晚会。12月25有圣诞主日以及受洗转入礼拜，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来参加。成人主日学在主日后上课，正月赏析在副堂，小先知书在201教室，
新约中坛在5楼，基要真理也在5楼，欢迎弟兄姐妹参与。那国台语的主日崇拜服事表已经公告，请弟兄姐妹确认服事的时间。那1到6月的献花认献表，还有11月的收支表、12月的执事会议记录，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弟兄姐妹去参阅。那第10点就是，教会于明年2023年推动爱读经计划，如果要购买2023年1到3月研经事宜的弟兄姐妹，请下各小组长或者办公室同工去登记。教会宣导事项，如果需用教会场地的，请提前向办公室的同工登记。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弟兄姐妹有奉献的，可以用转账的方式或者汇款的方式，但记得汇账后的5码要写上那个会计比较好作业。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补充的报告。我们的这个18号有相当多的安排活动哈，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那18号我们有圣经会考，然后下午2点钟有这个就是圣诞晚会的彩排所以请相关的同工能够知道一下时间，然后能够做好的安排。那感谢上帝，我们荣光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12月25号，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要转入跟受洗的。那我们的国语堂有2位要转入跟坚信礼那有2位是要受洗的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彩莹姐妹李彩莹姐妹，她是要转入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的嘉贤弟兄是要做坚信礼。那还有2位姐妹林美如还有这个美莲姐妹她们是要受洗转入受洗成为我们的会友。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12月25号我们的圣诞主日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勇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并且承认他们的信仰。所以请为他们祷告。那明年的1月1号跟1月22号是我们的国台语的一起的联合礼拜。那国语堂跟台语堂就是我们会一起在这边有一起的联合的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看到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在这边跟你一起做礼拜的时候，请我们多一些的问候跟关怀，然后也接纳他们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每一年的第1个礼拜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立约礼拜这是我们一起立约的时候。那1月22号是新年新春的时候，那我们也是有一起的这样的礼拜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记得这些的时间的活动跟安排。那另外请大家也开始要预备我们自己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回顾跟回想。明年是我们卫理会的70周年，那后年是我们的荣光堂的60岁的生日，60周年。所以其实很快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活动跟进行，特别现在已经疫情稍稍解封期待明年可以更多的缓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要开始去进行跟预备。那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记录下你的在荣光堂的回顾跟回忆。那包括我们过去从桂林街搬到广西路，再搬到隔壁 YMCA 的地方，还有我们现在的这里，在这将近60年的时间，我们经过很多的风雨，那也经过很多的苦难。那求上帝带领，让我们能够在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们能够重新再起来。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荣光堂成为各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的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栋建筑物是上帝赐予给我们的，但是也是要我们好好去珍惜跟运用的。那求上帝带领，让我们能够在明年70周年，还有大后年的我们的荣光堂60周年，我们都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跟记录。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开始预备储存一些影片或者是照片或者是文章
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些的记录，或者是你有一些活动的影片，包括从过去桂林街一直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些影片或照片的话，欢迎都可以提供哈，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翻拍，然后或者是可以重新来制作一些的影片集，那我们可以预备在6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很好的一个回顾，那也为明年我们的总会70周年。会理会在这里设教70周年，为这样的事情来献上感恩啊！以上，谢谢。肢体消息，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喜乐的灵充满我们，让荣光堂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满有圣灵充满的教会，能够得着一个欢喜跟快乐的丰收。这一年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订阅，因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事工来祷告，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